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着龙三为钦差大人。龙大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主子，要不然您把密旨拿出来给刘大人看看吧。密旨？对啊，皇上不是给您下了一道密旨吗？让您调查舒总兵一案之时，顺便督查一下山西赈灾情况以及地方官员官风吗？哎呀，龙大人啊，实在没有想到啊，龙大人身上还有皇上的密旨啊！不知皇上的密旨现在何处啊？可否让本府看一看？这密旨？这密旨啊，让奴婢小心翼翼地藏在行李箱里了。主子，要不然您随奴婢回去取一趟吧。也好，刘大人请稍等一下，下官这就去取。那个龙大人，是否让本府派一队兵士护送啊？不必了。李护卫，你接着替本官陪审，顺便提醒一下刘大人，不要滥用酷刑啊。卑职遵命。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如果咱们拿不出密旨的话，刘德昭一定会说我们假传圣旨，到时候必定跟我们翻脸，那3个人就死定了。尤其是那个谢大牛，不死也得残废啊！哎，事到如今，只能造一封假的密旨喽。伪造密旨？这个刘德昭身为山西巡抚，又加兵部侍郎衔，乃2品大员。即使他不知道你长什么样，你的字他总归认识吧？老大，你疯了吧？这是我首次微服私访，毫无经验。我没有带上玉玺，也没有带上书写圣旨的龙文黄卷啊！万事都有变通的嘛，龙小弟。这个密旨肯定不能正式的写在龙文黄卷上啊！我们把宫里御用的花笺，加上你的御笔亲书，还有玉玺印鉴，拿出来给他看，肯定能唬住他了。不是，可问题就在于没有玉玺啊！我可以帮你搞定啊！我照着你圣旨上的玺印刻一个不就得了？你还会刻章？那当然了。老大，我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医药赌蛊、机关杂耍、金石篆刻都不在话下。走吧。龙小弟，你看这样行吗？老大，你这个篆刻的功夫果然和你的武功一样，不能深究啊。刘德昭只要仔细一看，就能看出其中的破绽了。切，问题在于他不可能仔细看。你那道圣旨是真的，他已经仔细看过了，怎么可能怀疑这个是假的呢？那我们只能碰碰运气了。刘德昭只要一看到这个密旨上的内容全部都戳中了他的软肋，必定就会心下大乱，不会仔细查看最后的印鉴了。李护卫，待会儿等你家大人回来之后，还请您在你家大人面前替我等多多美言几句啊！好说，好说。多谢。钦差大人到，圣旨下。皇上密旨到，刘德昭等一干官员接旨。臣刘德昭接旨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卓龙3为钦差大臣，在查办舒总兵遇刺案之时，监督查访山西赈灾之详情，以及地方官员之官风政绩，如实禀报，不得有误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，刘大人，这皇上的密旨可都听到了。这临出宫前啊，皇上再三叮嘱，一定要详查山西的赈灾详情，以及地方官员的官风政绩。那就有了各位大人多多配合了。哎呀，龙大人您就放心，我等自当竭尽全力的配合龙大人。龙大人这一路实在是辛苦了。这舒总兵的府邸的位置这么偏僻，而且呢，设施呢又这么简陋，实在是委屈龙大人了。龙大人是这样啊，如果龙大人您不嫌弃的话啊，毕府呢有一个小小的别院，而且环境十分之优雅，出行呢十分之便利。大人可否考虑移驾到小院暂住啊？多谢刘大人的美意。只不过啊，这皇上下旨让下官巡查当地的官风，你我不适合走得太近，只怕别人容易多说闲话，对你我都不利啊。哎呀，龙大人，你看你啊，自京城远道而来，那是翻山越岭啊，太辛苦龙大人了。你看啊，你既然到了这里，那怎么着也得让我们这些地方的同僚尽一尽地主之谊吧。主子，咱们这几天在舒府，天天粗茶淡饭，嘴里都淡出鸟来了，不如就看看这刘大人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我们。鸟的，行，那就多谢刘大人了。龙大人，请。请。哎呀，龙大人啊，能够来此与我们这帮地方同僚小叙，实乃是我等荣幸之至啊！龙大人啊，咱们就别干看着了啊！这些呢，都是毕府的小厨做的一些家常小菜，不知可否合龙大人的胃口？来，龙大人尝尝，尝一尝。刘大人，哎，你这一桌佳肴，不见寻常的鸡鸭鱼肉，全是些难得的山珍海味。刘大人啊，你这家常小菜可比皇上御膳的规格还要高啊！龙大人说笑了啊，这是夸奖我啊。是这样，有菜不能没酒啊。来，龙大人，尝一尝，这可是来，自西域而来的葡萄酒，冰镇之后口感更佳。来，尝一尝。来，二位你们也随意。外面赤日炎炎，焦土千里，没想到刘大人府上还有这冰镇的葡萄美酒啊！不怕龙大人笑话。本府呢体胖怕热，故而呢在这家中多挖了几口冰窖，每到隆冬之时呢，就会大量的取些冰块，以度炎夏。刘大人，会享福。此次山西等省大旱，这皇上啊，在紫禁城里是食不下咽，寝不安枕，麻衣素食1个月之久，
还赐龙血抄佛经，这才求得一场甘霖。看来这做天子的，真是不如这做臣子的逍遥自在啊！哎呀，龙大人，此话严重了啊！来，哎，吃菜，来吃菜啊！大人请。刘大人，不必忙活了。你这一盘盘的佳肴，在本钦差的眼中，就是民脂民膏；一杯杯美酒，就是黎民血泪。恕本钦差难以下咽。龙大人果然是忧国忧民呐，让我等十分惭愧啊！你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，我等洗耳恭听。刘大人，咱们也不必拐弯抹角了。你我已算是心照不宣，我只要求刘大人做好3件事情。不知哪3件？第一，放了王13等人，还有那日你在你小舅子员外抓捕的那些灾民，全部无罪释放，并加以赔偿。好，这就去办。第二，把囤积的粮食全部发放给灾民。把那些借机哄抬粮价、大发国难财的奸商全部都抓起来，严惩不贷。好，这就去办。第三，交出赈灾银两的账目，并打开银库，让本钦差一一核查清楚。若有短缺，你等自行想办法补上。然后再跟本钦差一起，把这些银两发放给灾民。二位没觉得这个天儿格外的闷热吗？是啊，热得很。好啊，我这就调集人马，即刻就办。刘大人啊，你可不要敷衍本钦差啊！你们应该都清楚，眼下能否办好这3件事情，不仅关系到数十万灾民的生死，更关系到你等一干地方官员的前途和性命。本府明白。行，那本钦差就告辞了。宋大人，不必了。诸位大人，留在这儿，继续享用这些美酒佳肴吧，别浪费了。